为什么铲屎官存不下钱？哎呀，翻两劲了，明儿买个新电动车去。你怎么的了？我咳嗽有点喘不上气儿了。啊，喘不上气儿？走，快看看去，走。哎，看个病这么贵，还剩6000也行啊，还能买个不错的。你干嘛？哎，我这痒痒我也看不见。这些皮肤病啊，这都掉毛了呀！啊，走，我带你看看去吧。哎，我不打针。你快点吧，还不打针，你快点。这帮我看病真贵，还剩4000，存钱是存不下，买个代步的完了。你干嘛呀？别喝了！哎，你惯带谁呢？在这？哎，不知道，我最近倍儿渴，越喝越渴，尿还疼。啊！行，你别喝了，快跟我看看去吧。走。怎么的了？去头上气的，奖金全没了。那算了，你又哪不舒服啊？我没不舒服，挺好的。我就是给旁边小孩咬了。哎呦，这走，带人看看去呗。干嘛呢？走啊，看看去，带人家。活该让他咬他。